台湾区招生伫总日顺一开始就直接问经发局长南科敢有欠电，因为台南的工业用电量已经是全台湾上悬，用电家己当负担的比例却只有2.5%。如果3-4档后会有欠电的危机，不过面对石化电厂拍算来南科设厂，佮引发民众抗争，烦恼未来到底电市甲南科敢会欠电？市长讲的嘛吼，一定电厂的完成，南科较无欠电嘛，这是新闻稿写的啦，市长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这新闻稿写的哦。无，伊迄是记者的标题，哦，毋是我的话，我的话是讲，我敢若话敢讲，真简单讲，你即马要讲我黄伟哲问看我讲台南有欠电无？我讲台南无欠电，这5个字我毋敢讲，安尼。啊，所以讲，大家去想，所以讲市长话真就是一个议题嘛，吼，遮一直拢要去吼，申请要去发电厂嘛。啊，我看你的态度，你是认为要去还是毋去？我是中立的，因为这中央准的，毋是咱地方准的。吼，所以讲含咱地方，啊，你的任内，若是你的权责，你会互去发电厂吗？准啊，我是经济部长，我当然是徛伫全国立场，我是希望会当去。但是我即摆是台南市长，我就是讲，因为这个代志毋是我决的，毋是我的权啦。另外，议员面对安南区、洲南、东河等活动中心的需求，嘛意向市府请命。其中，洲南里活动中心的兴建案伫变更用地同时，市长嘛答应明年用第2预备金先变工程设计费同步来进行，以缩短建设时程。台湾新闻，阮子林英庚采访报道。